話人口政策嘅問題，如果我哋話出生率低，冇人去生仔，咁啲仔從何來咧？咁如果你話從雙非或者係無論用任何方法帶嚟嘅新生嬰兒，其實就係補充嘅源頭嚟嘅喎。身為一個中國人咧，我都覺得真係非常之詫異嘅就係點解我哋同胞嘅骨肉，即使佢係唔係香港人，如果佢攞到個居留權落嚟貢獻俾我哋香港作為一個人力資源嘅時候，我哋要排佢去咧？點解我哋唔係歡迎佢咧？點解我哋唔係用一個計劃嘅角度係容讓佢入嚟我哋嘅社會咧？喂，影到！